要唱一首歌，幸福真幸客，这是阮为你写的字。各位乡亲是大兄弟姊妹、少年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甲咱参加到第3章的这个行政学的读书会。第3章呢，伊的这个题目叫做公共行政的政治环境。为啥呢？我咧看这个册讲，为啥遮呢？加出这章来讨论公共行政伫咱的政治环境内面呢？主要就是因为伊这本册像咱伫第2章内面个讨论到的，伊讲主要有规划、组织、领导甲控制4个功能嘛。但是你会发觉讲这4个功能其实伊讨论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伊甲外面环境甲政治因素的物件呢放袂进去所以呢，这4个会使讲是较久以前传统时期因咧讨论呢，就是为这个政府部门内面的规划、组织、领导甲控制来去讨论，但是伊就无看到讲政府嘛是爱甲环境来去做互动所以呢，伊因为伊这本册第2篇、第3篇、第4篇、第5篇，就是咧讨论规划、组织、领导甲控制，所以呢，伊就只好我是安尼想，只好甲这个行政部门甲环境的互动的过程甲伊放伫第1篇内面，用这个第1篇的第3章来去做讨论，应该是安尼啦，叫做公共行政的政治环境。其实这嘛是这几年会使讲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学者所重视的，因为自这个1950年代正前咱顶一道有甲大家讲到嘛，学者拢咧讨论这个法律组织内部但是伊就甲外面的即寡人民安怎想还是外面的即寡环境的变化，无放伫伊的思考内面。所以伫1960到70年代伫美国人民是对因的政府真不满迄当时诶就有2派学者咧提出要来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咱所知影的 NPA 甲 NPM 所以自1970年代以来学者呢，不管你是 NPA、NPM 甲 NPS， 反正自1970年代以来学者呢，拢甲伊的眼光放伫除了政府内面咱继续讨论以外政府外面迄寡政治环境要安怎来去处理嘛是学者所重视的，所以这是伊第3章的一个开始差不多一个讲者，伊无写遐多我讲写第1篇的这个不是唔知影讲是对一个老师所写，但是我感觉讲伊的第1篇包括着3章嘛，第1章、第2章到第3章，伊讨论的拢伤浅恁若是用这个物件去准备国家考试大概无法度摕到真悬的分数，写甲伤浅所以以上的是我看了以后，我用我家己的方式来补充，互你知影。你若是想要知影搁较侪内容的，你会使去看咱的行政学校查伫咱的 YouTube 顶管拢有真侪影片来解说互大家听。所以这本册写甲伤浅这是我的感觉。好，咱自伊这本册44页开始伊分做5节每一节呢就一个讨论咱讲政治环境的一个面向伊第1节首先来去讨论上大的面向，就是政治的体制要安怎来去影响到咱公共行政伊的第2节自这个国较下面的一个方面讨论政党选举甲政务官对咱公共行政的影响伊第3节是咧讨论国会甲利益团体对公共行政的影响第4节呢是咧讨论民意甲这个公论对公共行政的影响最后第5节伊是咧讨论公共行政伫咱的法律环境下面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所以伊是自大的这政府的体制过来就是选举政党、国会、利益团体，甲最后法律的这个面向，要安怎来去甲咱的公共行政做一个互动。好，咱头代先的第1节其实甲咱政治学的内容呢有淡薄相像，伊伫咧讨论讲这个内阁甲总统制甲半总统制要安怎来去影响到咱的公共行政。伫这个内阁咧内面，伊就强调讲啥物叫做内阁制咧？就是行政甲立法的权力是合一的，所以你只要选你的国会议员这个议员伫国会内面，你若是掌握到多数，安尼你就会使来去组织你的内阁
安尼一个物件，你会使去政治学内面啊来去看。啊，有啥物好处咧？就是讲啊，因为你是自立法权内面来去产生你的行政权，所以呢，行政甲立法的互动应该搁较好。啊，因为你爱有国会多数，你才有法度去组织你的内阁，所以呢，你的法律、你的预算应该呢较好来去通过国会的支持。搁有啊，因为伊是用国会议员来去做行政的官员，所以呢，伊就会使讲诶，伊有即个立法的经验，嘛搁有行政的经验。啊，安尼伊伫国会来监督行政权的时阵啊，伊就袂讲一寡无讲介专业的话啊，也是安尼。但是伊嘛是有一寡无好的所在啊，就亲像讲啊，变来变去啊，有时阵的这内阁无稳定的时阵呢，就变来变去，政策的变化较悬。啊，搁有咧，即个有当时啊，民众要来找即个政府负责任的时阵啊，是无遐简单，因为呢，伊国会内面啊，无共款的政党之间啊，要安怎去瞧，啊，最后瞧出来即个结果，民众若是无满意，啊，是要找对一个政党来去负责的。有当时啊，无法度遐尼清楚来去分辨。啊，搁有啊，因为行政是自立法内面去产生的，所以要安怎去控制伊，要安怎去监督伊，有当时即个监督的力量啊，嘛较细。第二个叫做总统制，总统制就是大家较熟的，伫美国就是行政甲立法是分别由人民来去选出，所以呢，好处就是立法的部门啊，较有法度来去监督伊的行政权。啊，伫遮呢，因为行政权集中嘛，所以你要找人负责的时阵呢，较简单，去找看行政权是谁呢？掌握的，就找伊来去负责就好诶。啊，搁有咧，伊较稳定啦，因为总统嘛，无法度伫伊任期未结束之前，拢袂互人带落台嘛，所以呢，伊至少这4年就是这个总统咧做，所以较稳定。啊，但是呢，嘛有一寡这个无好诶所在，就亲像呢，咱现主席所看到诶，那这个行政部门啊，甲立法部门是无共款诶政党来去把握、来去掌握诶时阵啊。会去发生讲啊，这个政治的这个僵局安尼状况啊，伫遮呢无共款的政党之间啊，有当时呢吵吵闹闹，创甲一个政府呢无法度来去有效的推动伊的政策，搁有啦，因为伊4年爱选一届嘛，所以伊咧规划政策的时阵嘛较会去规划讲短期内面就会有效果的，啊，一寡长期的规划可能就毋是伊所首先头代先要去考虑的，这嘛是一个较无好的所在。啊，半总统制就是因讲啊，即马因中华民国的宪法修改改，改到即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有人讲这是半总统制，啊，半总统制呢，就是甲行政的权力甲拆开。分别由总统甲总理来去把总理伫咱伫因中华民国的这个内面咱叫做行政院长是安尼，所以即卖行政权其实大家拢讲总统其实是总统甲行政院长来去分享这是有啥物款的好处咧？就是较这个弹性。所以咧，你若是对这个行政权无满意，你会使甲行政院长甲换掉就好。所以总统搁伫咧有稳定的效果，但是你若是无满意行政权的作为，你会使甲行政院长甲伊换掉，但是呢，嘛有一寡无好的所在，就亲像你即马所看到，若是国会甲咱的行政权是无共款的政党所掌握安尼可能伫咧公治状况里面咱就无法度较有效率的来去通过法律执行咱的政策预算的顶悬的可能嘛有一寡困难嘛。好，咱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咧讲政党选举甲政务官这个考试顶悬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尤其是政务官对咱的事务官来两方面安怎去互动，这是考试者爱考的一个比较的考题。所以头代先是讲选举的制度会去影响到政党的体系，政党的体系佫会去影响到咱的政策这个推送这是咱政治学咧所学的，大家会使应该去政治学来看这个部分会较详细，这本册写甲伤浅好，佫有啦，咱讲
无共款的选举制度会去形成无共款的政党的体制啊，政党的体制内面就会有这个政务官啊，所以政务官甲事务官之间啊，伫因是安怎去就任的，伊的任期甲伊的所负的责任，啊，就是拢是无共款，会使比较，题目会使出的物件啊，伫伊课本内面呢，佫有写着这个该 Peters 啊，伊就用5种的模式来去分析政务官甲事务官之间的关系，包括着两个是完全二分的，迄叫做正式模式，啊是呢两边的价值观甲目标拢共款，迄叫做村落的生活模式。啊，若是呢，这个政务官、事务官甲社会行动甲之间啊，这三角的关系啊，叫做功能模式。啊，若是政务官甲事务官呢之间哦对立哦，非常的这个无看对方啊，袂爽吼，安尼就叫做敌对的模式。啊，最后咧，若是由这个行政官员来去主导，叫做行政模式。啊，伊嘛佫有推着讲啊，政务官甲事务官啊，产生冲突可能的原因，但是咱这本册呢写甲嘛是伤浅啊，所以呢你应该啦。看卖小看者就好，你搁去找其他的册来去看，安尼应该会较详细。伊个过来咧，第3节是咧讲国会甲利益团体对咱行政的影响。头台先诶，伊是咧讲咱的行政部门，咱有预算，咱有政策，咱有法律的案件要去互国会来去通过。有虾米款的政治这策略大概有3种，第一个是合作。第二个是竞争，第三个是冲突。大概咧，行政是用这3个方面来去甲国会甲立法权呢来去做互动。另外一个部分呢，伊嘛讲着讲立法部门啊，伊是安怎来去控制咱的行政的部门呢？包括着政策的议程啊，佮有要求政府的资料要公开啊。佮有这个通过法律来去约束咱的行政权甲这个监督的权力啊，这是立法权会使对行政权所做的佮有包括预算之外，佮有人事的动议权，就像即卖的立法院就咧卡这嘛，无愿意去审查行政权所提出的人事任命，包括着司法院、考试院佮有未来还有监察院像这个新局长等等是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个委员嘛是爱国会来去同意但是呢，你即马国会若是倒伫遐拢无爱做代志是要调工要来甲你闹嘛是真麻烦就对了啦。这是国会部分另外嘛讲着利团体利团体就一定爱讲着罗维所讲的铁三角。这铁三角就是国会利团体甲行政部门之间会使讲做回来做歹代志所以较详细你嘛是爱去参考着伊你伫政治学课本会去介绍着这个 Iron Triangle 由多位所提出的铁三角这个理论。好，这个第4节是民意甲公论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伊就讲政府爱去了解着民意因为咱讲民主社会，政府爱有回应嘛，爱民主嘛，爱接受着民众的意见，所以包括着投票啦、公民投票啦、民意调查啦，拢是互政府、互行政，咱公共行政部门知影讲民众咧想虾米款的这个方法伫遮呢现代除了讲你也知影民众安怎想的嘛，应该搁较有较侪这个互民众来去参与的这个方法就亲像咱的新义的民主，强调民众的意见的品质来去提升，用公开伫遮呢户籍、平等甲互惠的完整来去互民众知影讲规个政策。要安怎来去推测的过程当中来去发表伊的意见，互政府来去参考。就亲像你即马像今仔日我听讲台北市因伫这个新生南路甲这个迄是对一条和平东路有一个天桥嘛蒋万安就想要甲伊拆掉嘛这个代志咧伊就讲要拆就拆但是若是用这个新义民主其实应该互民众知影讲为什么要拆政府的立场是啥为什么要听着讲这个公安的因素嘛还有这个年代久远嘛超过使用年限嘛这是政府的立场嘛无一定
唔对啊。啊，你民众公民有公民的意见啊，有人讲，还是要留着天桥啊，比较安全啊，或者是什么城市的历史记啊，这个等等啊。但是你现在就是讲啊，大家讲的可能拢有伊的立场甲道理啊，但是伫信义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内面就讲，应该互各方面、政府甲民间坐落来，对这个议题有较详细了解了后啊，来做回来去讨论，安尼应该是较好的方式。毋是讲你政府有权，你当然你有权啊，你凊彩要做，你拢凊彩做嘛。但是你着爱面对着后一届选举啊，人民会对你啊做一个选择哦。你若是有法度经过去，你就做嘛。最后第五节，你是咧讲公共行政面对着法律的环境，包括着司法院、监察院甲考试院啊，伫司法啊，伫这个政府的这个审查甲考试人数的影响啊，会受到这三院的控制。所以政府要去遵守着宪法、法律甲行政的命令。这伊写甲较少因为这三位拢毋是讲法的学者所以呢，因对法律啦应该是无讲解释。所以呢，第五节咧，凊彩写，无讲咧写出虾米款的大道理伫内面。我简单甲大家啦介绍咱第三章咧讨论公共行政伫政治环境的影响，你会使小参考，伊是有去推着讲。伫咱国家考试较重要几个点，但是因拢无做搁较深入的探讨。搁有啊，咱即张啊就调出，毋知是对一个教授所写的，因为这内容咧写，大家要注意哦。因为有一寡无中立的所在，因看起来就是毋知是像有这个中国学者的这个影哎哟，咱讲实在，因为台湾过去的这个环境啊，甲咱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啊，所以不得不讲啊，伫这威权时期啊，国民党也是真控制着咱政治界的这个学界部分啊，甲法律界，就亲像日本人咧殖民台湾的时阵，就无想要互台湾人去学什么政治啊，学这个概念去闹嘛，所以就甲台湾人教育讲你去学医学啊，去做老师啊，创一寡物件学咧袂去甲因政府来做对抗，所以后来国民党政府来的时阵嘛是咧控制讲法律啊，甲这个政治的部分啊，袂使互台湾人凊彩去学啦。所以当时伫咱威权时期，迄代出来的学者大部分，咱讲实在，拢是中国学者。你看因写的论文啊，拢咧替这个威权的政权来做辩解嘛。所以伫第三章咧探讨公共行政甲政治环境的影响，其实你会使写甲真精彩，因为这是真重要。1970年代以后的真重要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的主题之一嘛。但是你看这第三章，第一个写甲无较深入，第二个是伊咧写的时阵，你对伊的内容会感觉讲，那一直咧替国民党讲话，伊是无安怎直接写出来，但是你就看甲讲，伊拢咧批评民进党但是呢，伊批评民进党的点，其实国民党做甲搁较烂伊就挑工无爱写，这就是你咧分别咱即马行政界是政治界学者，其实较老的一代啊，真侪拢是中国学者。咱会讲实在是安尼，所以咱做一个新的世代、新的台湾人啊，咱主推意识，你来甲即寡伊无直接写出来拢写甲这个就唱甲就好，但是你要甲伊看出来，无你会去互伊带风向安尼这是第三章感觉讲。写较无讲介好，第一个是伤浅第二伊这个立场顶悬无讲发挥着伊做一个学者，你做一个学者，你要批评政府会使你批评民进党的点我嘛有认同嘛。问题是，你无写的就是咧替国民党这个暗藏因所做的这个代志，所以你做一个学者，你是徛伫体制立场，所以不管国民党、民众党还是民进党，你用体制，你用咱的学理来去推，来去批评，这拢会使接受。但是上互人看袂起的迄寡学者，就是因就是讲因是用这个理论、用体制咧安怎思考其实因背后上核心的拢是替这个中国的体制。你讲中国体制拢什么时代拢民主化，还有什么中国体制有啦？伫因的心内底，就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中国的体制嘛，伫咧运作所以我是毋知影是对一个教授所写，但是伫第三章大家咧读的时阵爱较注意你若是无想要读就算了因为呢，
价值无伤悬啊，这是第3章。好，咱即届呢就甲大家讨论到遮嘛，一寡甲大家提醒的点嘛，嘛是这个，所以应该要写清楚嘛，是3个教授所写的嘛，但是每一章啊是对一个教授所写，伊就毋敢写嘛，害我即摆呢，哇，只好甲3个教授拢拖落水，都向下的嘛。是讲互清楚嘛，对吧？若是毋是伊写的，我就甲伊批评创啥对。好，所以呢，这是伊的第3章来探讨公共行政政治环境内面的这个部分。过来咱后一届就要开始讨论伊的第2篇，叫做规划。规划就包括着第4章咧讲规划，第5章咧讲治理，第6章咧讲公共政策，第7章咧讲预算甲财务的管理。这应该是贵教授所写，因为伊是这个财务的专家。第3篇个是组织，第4篇领导，第5篇是控制，差不多是安尼。好，咱再来话自后壁咧，搁甲看落去，看讲啊，第2篇会敢会换一个教授啊，写物件咧敢会较好，因为第1篇啊，无讲介好啦，伤浅啊，你要准备国家考试啊，会使看到一个考点，但是呢，你若是要较深入的去掌握。无够吼，讲实在无够吼，就是安尼。不过咧，也是会使看者，因为这是上新的一个出版品嘛。吼，即届呢就甲大家讨论到遮敬祝大家咧伫年尾要来啊，12月即马咧啥物迄耶诞树拢开始采出来啊。吼，祝大家咧年尾当天要来啊，身体健康嘛，所以大家平安大趁钱后一回，再个继续甲大家来讨论政学春夏秋冬，阮无你怎样？